看一看一个茅草根哦，茅草根你看哦，这个这么尖哦，那个粘土那么硬，可以钻进去。你看这哦，夏天在挖的茅草根，洗干净煮汤是降火气的呢，就像煮芦笋汤啊。那个嫩嫩的芽说可以炒菜啊，嫩嫩的芽可以炒菜啊。这个不是芽，那是根哦。哦，长出来就是芽啊！原来那个长出来地上那个就是芽，很厉害啊，那么尖。那个草可以盖屋顶的，防雨防晒。茅草根草根性就是这个茅草根又叫白茅根。你看那个嫩的芽可以炒菜，那个茎啊，那个你看可以切短一点，像煮芦笋汤那样降火气的哦，凉性。